继续来到婚礼的大西，这个火烧牛潮大排水沟顶头的四座景观桥，是附近的居民常常来休闲开讲的所在。不过已经起真久啊，嘛已经害甲差不多了。大西乡公所争取到县政府的补助款170万，要来做征收，半年后就会当完工，要让居民更加完善的生活环境。大西南清江附近有4座景观桥，平常时是居民休闲的所在。不过因为年久失修，损害甲真厉害。伫地方人士，搁有大西乡公所的争取之下，云林县政府嘛补助170万要来征收。木桥已经不堪使用，所以咱乡公所就来做计划啊，那给咱县政府来给咱县长哈，特咱整个4座木桥的整修经费多喝170万呢。那这是说年久失修哈，其实包括栏杆。包括屋顶啊，其实都有损害，甚至会漏水了哈。那所以公所提报计划，我们县长的支持之下呢，那大概以170万，希望在半年内把这个整修完成，然后焕然一新。整修部分包括厝顶栏杆、增加椅仔，搁有楼梯和无障碍设施的加强，嘛希望会当赶紧完工，予民众一个舒适的空间。